今集我想分享平日返工會經過咩地方，同埋做義工呢段期間，平日過緊一啲點樣嘅生活。我自己 hostel 係有提供早餐 buffet 嘅，熱食方面有薯仔或者薯肉，同埋有番茄碎煮茄子，員工仲會即時煎隻蛋俾你，服務非常周到。凍食方面有番茄、芝士同青瓜，飲品方面有鮮榨果汁或者係茶同咖啡，整體嚟講好豐富。每朝早我都可以飲飽食醉先行去返工，不過阿拉伯人比較少落鹽，所以食嘢有時會覺得淡茂茂。食早餐嘅地方喺 hostel 嘅屋頂，有太陽光照住，但係又有瓦遮頭，仲配埋床墊、cushion， 所以 day off 我唔想出門口嘅話，會帶部 notebook 上去 chill 下。返工嘅路程唔算短，我行得比較快，都要用25分鐘左右。第一段路係要離開市中心，穿過啲舊區同埋窄巷，經過一條大馬路之後，就要橫越火車路軌。有時趕時間又咁啱有火車經過，就會好想炸 L 咗條路軌佢。下一步就要穿過一段貧民區，呢度治安一啲都唔差，你唔會感覺有人虎視眈眈想做咩壞事。但係放工時間就有一大班細路喺街邊玩，佢哋見到我就會嗌你好同 money money， 我每次都無視佢哋直接穿過。但係總會有啲煩膠喺後面跟好耐好耐。穿過貧民區會出咗另一條大馬路，轉個彎就會經過一片甘蔗田，沿住條路直行就會去到 Ace。 呢條路比較麻煩，係因為有時會有啲大車、貨櫃車經過，小心起見我都會貼到好邊去行。不過有時會喺最後呢段路遇到同事揸車返工，佢哋就會叫我上車行少幾分鐘咁。lunch 我多數平日會自己準備乾糧或者係麵包。5點收咗工，我會喺街食埋 dinner， 買埋日用品先返 hostel 沖涼。因為落屬沙塵好多，市容又唔算乾淨，沖完涼你其實唔會想再落街做吸塵機。day off 嘅日子我會做返半個遊客，例如一朝早衝去睇熱氣球起飛，夜晚入落屬神殿參觀等等。飲食嘅話，我會去揾自己想試嘅嘢，但係唔會為試而試。有好多埃及嘅地道嘢我都冇買過，因為一睇就知道係福利或者好食極有限，咁就無謂玩鳩自己啦。下集我會分享下喺 Ace 嘅工作片段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拜。